名，我们敬拜。是我。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都不配。而且我们能够站在你的面前，在圣殿里，我们在这个地方敬拜赞美。我们同时也领受到你给我们的使命，在敬拜赞美的当中，我们的灵要被激励，我们要跟所有的弟兄姐妹一同站在你的面前，得着你的恩膏。我们更愿意将晚上的时间一一交托给你。主透过诗歌感动我们的心，透过你的话语激励我们每一个人。你的话语成为能力，帮助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时候，
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虽然我们没有很大经历到那个神明特别祝福的恩典，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一样事情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在我们身上所行的神迹。我们因为这样献上感谢，而且我们今天还能够唱歌，我们每一个呼吸都为主而活，为主而唱。求你带领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看一下整个流程就好了。我们时间到。这个是随便翅膀自己唱。互相问候，请安，愿你平安，上帝爱你。好，我们这边请你。
时候，你有感觉，跟神说：“我要这种感觉，你已经在我旁边了。我渴慕，我展开我属天的翅膀，我要来到你的宝座前。”你单单的抬起你的头，仰望神。你可以看着我们前面的十字架，跟神说：“圣灵在这里，我不要让它溜走。圣灵你来感动，让我的心渴慕亲近，让我的灵愿意卸下所有的重担。”特别，在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要再一次跟神说：“我渴慕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用感恩的心，你自己静默来做祷告。安静我们的灵，让我们站立，跟神说：“不要赞美，感谢你。”我
明白我们心深处，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在这个地方献上我们赞美与感谢。我们谢谢你，请坐。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出埃及记》16章的第7节 A。好，我们一起来读，请。早晨，你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另外一个翻译，他是说明天早上。这段经文是说起以色列人埋怨神，他埋怨摩西，然后就埋怨神。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说：“神听到你们的埋怨，怨神了，你们明天会看到神的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在这里，我们来领受经历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我们不等到明天，我们不是在过去，在今天早上，我们现在就要来领受神的荣耀。所以赞美的声音会带来能力，赞美的声音会帮助我们进入上主的荣耀。让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来经历神的荣耀，阿们，阿们。感谢的声音也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更爱主，让我们更丰富。如果你们要献上感谢，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神如何的赐福你。所以刚刚的那一首诗歌，感谢天父，非常的简单，但是真的，神的话，神的爱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另外来看诗篇116篇的第1到第2节，我们一起请。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恳求，他记下我的罪，我一生要求告他。我们再一次好吗？请。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恳求，他记下我的罪，我一生要求告他。邀请我们每个人安静，你跟神说：“我要爱你，我要更多的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天父。我要更多的爱你，因为我是你的儿女。天父爱儿女，所以我们跟神说：我要爱你。”另外一节的经文，我来读就好。诗篇66篇19节，他侧耳听我们的祷告，他绝对不会充耳不闻。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他必听我们诉说的声音。神从来不曾远离，以致听不到我们的声音。所以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神一直与我们同在，听见我们向他呼求的声音。所以在我们生命中，天父总是愿意聆听我们的声音，这一点是我们不要怀疑的。所以我们是蒙所爱的，并要知道天父永远为我们的益处着想，更因为这事，我们的心得安慰，我们的灵要感恩，我们的心再一次的赞美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同为了神在你身上所有的恩典，你献上感谢，献上赞美。
告，我们的心大得安慰。你的话语告诉我，你不但听，而且从未远离。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你会帮助我们耐心来等候你的回应，你会帮助我们不灰心、不害怕，圣灵更会帮助我们坚定信心，不怀疑你没有听见，帮助我们更有信心，将生命的每一天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也为我们所关心的大小事情向主献上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需要与你更深的亲近交谈。凭你话语说，你永远与我们同在。借着宝贵石匠这首诗歌，圣灵来启示我，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犯的罪，帮助我们自罪，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需要他。所以我们再一次在耶稣宝血中宝贵石匠，我们一起来唱。透过这首歌，我们谦卑恳求我们的主来赦免我们的罪。宝贵石匠。你的
不知道在神的宝血里面，求他来洁净，在圣灵的感动，让我们自救。座前，谦卑地向你认罪。在日常的生活中，因为我们贪恋世界，过于胜于爱你。我们想要的比我们需要的还要多。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高，也不按照主你的教导，好好的来善待我们周围的亲人朋友，我们的邻舍，还有我们的家人，以及阻挡我们与你连结的这样的种种残累。这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意念跟作为，还有我们已知跟未知的罪所做的，有得罪了神，得罪了人。求神真的帮助我们，求着你施恩怜悯我们，我们认自己的罪。主，你是信实公义的，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洗除我们的不义。在主你的恩典当中，在你的宝贵十架面前，我们的罪已经全然得着赦免。主赏赐的平安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们要用神的话来激励我们。好，一起来攻读约书亚记第4章的24节。我们一起来。好使地上万民都认识耶和华是手，是有能力的手，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再一次来。好使地上万民都认识耶和华的手，是有能力的手，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神的手是大有能力的手。Amen. 我们神的手是你我。帮助是你我所有能力的来源。我们上帝的手是保护、照顾、赐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会，也是我们的依靠。所以现在我们要起立，因着我们的信心，神有大能力的手，神大能力的手要带领我们，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坚定信心不移。这个时候，我们要邀请大家起立，我们要为以下2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个，为了我们的国家；第二个，为了教会的复兴来祷告。因为上帝大能的手必定让我们台湾在他恩典里面平安。我们要蒙着他的祝福，不将教会，更要因着上帝的荣耀在这里。我们今天一起享受他的荣耀，神必要复兴我们。我们一起开口，我们一起开口，同声的一起来祷告。是
国家是喂养我们的地方，但我们要宣告，你的国家和你的国才是使我们安居乐业的地方。愿你的国临到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哇，愿你的国真的是更深的在台湾扎根，好，叫众人都见证你的名是在这个地方得到荣耀，得到伟大。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现在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呼召我们来到富强教会。这事是你所设立的，是你亲自膏我们。我们每个人，无论是早期来到这边，还是最近才加入这个教会，主啊，这是你的盛会。我们愿意在这里委身，愿意在这里透过圣灵的工作，我们来为主传福音，带领更多人来经历神的恩典，经历你的祝福。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在这几个月当中，许多人也许不能再来到礼拜堂，但是我们在各自己的家里面，在早晚的祷告当中，一起为这个教会祷告，为这个教会守望。主啊，感谢你，我们要迎接圣灵降临节了。主，你让我们这样的疫情慢慢的减缓。主，你呼召我们再次走出来，再次站在主你的面前，再一次来蒙你的呼召，为主来圣功，来投入每一个人神给我们的智慧、能力以及恩赐。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牧区都有同步的成长，让我们教会的领导者、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老师以及我们各样的团契以及各样的侍奉团队，求你都亲自膏抹他们，让我们重新再走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力量是更加倍的，我们的呼召是更大的坚定的。主啊，求你的亲自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圣灵降临节要举行圣餐，一起透过圣餐来见证主的恩典跟祝福。感谢你，我们也有青年委员会要设立，我们要奉你名来高某李伟执事成为我们青年事工的带领者，让我们的青年事工如何进入更深的一个境界。是吧？求你圣灵跟他同在，赐给他力量，赐给他智慧，特别是有一个团队，大家同心要为青年的复兴来付出心力，付出祷告。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终结小组因为增长要增设新的小组，感谢你差派丽珍姐妹要在当中成为新的小组长，也奉你名来祝福他，让这个小组更加的成长茁壮，更多的人在这边委身服侍你，也更多人接受福音来见证神的恩典。感谢主，感谢你让我们在富强教会一起经历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常常看见你的神迹，让我们在这里常常看见你的大能的工作，每一个人的生命得到翻转。感谢赞美你，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后邀请大家把你的手合起来，我们要谦卑的为自己的家庭来做祷告。特别我们今天是要为子女，在家庭中我们的子女成为我们家庭重要的一份子，所以我们有以下的经文，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成为我们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的4章19节，请。我的孩子们，为了你们，我在受生产的痛苦，直到基督在你们里面成形。求主支持耶稣基督在我们儿女的心中成形。求主使耶稣基督在我们儿女的心中成形。每一位神的儿女，基督在他里面。以赛亚书54章13节，一起来。你所有的儿女都必受耶和华的教导，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求主使我们的子女蒙神教导，并享平安。箴言11章21节，请。恶人必不久受罚，但义人的后裔必蒙解救。求主使我们的子女脱离恶者，得蒙拯救。在以弗所书的6章1到3节，一起来，求主使他们孝顺父母。我们那个经文比较长，我们看下面
求主使他们孝敬父母。另外，我们参考箴言13章20节，还有哥林多前书5章11节，都很长。我们来看下面那个2个红色的点，祷告的项目就好。来，求主使他们选择有智慧的做朋友，而不结交这样的人，愚昧的、淫乱的、醉酒的、拜偶像的、纵杀人或骗子。以上几段的经文，我们可以时时刻刻在我们家庭里面，为了每一位成员，不止儿女，你所认识的人，你旁边的人，都为他们祷告。最后，我们再次的为教会属灵的领袖，还有我们每一位众会友来祷告。我们这个时候要举起手来，我们一起为以下这些事情，我们一起开口，同声一起开口，同心用我们的灵来呼求，为我们富强教会每一个人来做祷告。周日来，蒙主喜悦，属灵的启示，恩膏圣洁。周一得人喜悦，教会会友布道友。周二扩展一下智慧启示，动机引导。周三灵魂体健康外表思想态度身心灵健壮。周四保护试探疑惑从灵同行。周六财务工作顺利及祝福。最后家庭一般的事务配偶子女。在一周当中，我们为了教会的属灵领袖，还有每一个人，这样天天来为他们祷告。永远慈爱的神，愿你的名被称颂，因你的荣美无以言语。天父，你的荣耀至深，使我们无法探究到底。你的爱是如此的宽广，你的灵时常的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使我们没有办法在神你的爱里面来回应你。也许我们常常体会，我们也常常推脱，不回应你的爱，但是你爱之宽，使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爱里面来荣耀你。你爱的至高，也是我们无法触及。我们真的谢谢你，今天晚上高举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今天晚上享有你的荣耀。更感谢你，你的话语运行我们，你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土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我们今天晚上因你的慈爱，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已经被提拔。我们的国家富强教会，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家庭、健康、生活都要被你提拔。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让我们按着你的话语，从草地上抬举我们到恩典上，从粪堆中提拔我们，得着荣耀的座位。感谢赞美你，我们恭敬祈求，悦纳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祷告是靠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灵求。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的神，我要为你去，一起来唱。让生活这些情和
告，也在这个宣告的当中，神自己感动你，我们慢慢读，不要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主耶稣的宝血遮盖，高牧在复长教会及牧者与所有会友新人产业上面，才敢坚持保护我们，求圣灵光照复长教会，看见自己的破口，不容许撒旦在我们身上有任何不公的机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将喜乐、属天的能力与平安，高牧在复长教会弟兄姐妹的身上，帮助我们成为神荣耀的器皿。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大家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现在参加这个礼拜的弟兄姐妹慢慢回笼了哈。我们期待呢，我们这个4楼的礼拜堂全部都坐满神恩典的儿女，大家阿门吗？感谢主哈。我们这2天看到我们的这个中央疾管局在做公告哈，就是说我们如果到6月7号，刚好是4倍的那个隔离期。那等于台湾目前的境内是完全的平安哈。那今天我听到这个疾管局在讲说，为什么那既然大家都平安都没事了，干嘛还戴口罩？他就说，其实是训练我们习惯戴口罩，因为我们还必须开放我们的边境，意思是说我们开放我们的机场，让外国人进来。那再进来，我们还是要防备所以换句话说，还没有正式开放之前大家就很安全就对了所以也刚好这个礼拜天呢，就是圣灵降临节，好像就是一个开始，一个新的开始。神要开始我们教会新的一页那所以我们礼拜天邀请大家都来参加圣餐，特别是这次的圣餐，我们特别买了一个很特殊的2合1的圣餐就没有就曝光的，暴露在外面的，所以每一个人拿到1份，那饼跟葡萄汁这都在同一个杯子里面。我们期待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恩典，还是一个新的开始哈。另外，我们也要感谢主，我们的小会特别针对我们新的一代年轻人的一个装备跟成长哈。那准备要有一个非常比较密集的，或是一个比较专责的单位来推动青年事工。这青年事工不只是说带领青年人来聚会，而是我们要栽培新的教会的新的一代的领袖。那我们觉得这个我们的李伟教授是最适合，所以小会就是差派他在礼拜天要正式差派。我们给李教授鼓励一下来。他要邀请10多位同工一起来研拟。等于有一种动头脑去研究怎么样让我们的青年事工更加的推广那期待大家为他们祷告，特别是邀你一起来参与的时候，你不要推迟一起来参与在里面。另外我们那个终结小组终结组长在这边吗？终结组长今天堂外聚会他们呢经过1年多的聚会，那他们准备要增值成2组，那另外一组要由蜜珍姐妹来带领，感谢主，一个新的小组诞生了那其他的小组我们也继续努力感谢主。那我们如果慢慢要回到礼拜5聚会的时候，请你跟哲杰干事登记一下，让你的空间知道你在哪一个地方聚会，那就可以了。真的很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经过这个疫情，大家都很顺利平安度过那我们等一下就要还有小组聚会，那我们要邀请大家要彼此代祷。我们今天有一位算是新朋友，其实也是来过我们教会聚会，那今天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就是我们的张义芳姐妹。义芳姐妹在哪边？来拍手欢迎她。好，感谢主感谢主她在崇明路那边崇明路
有一个喜庆会，有没有看过？那边有一个教堂喜庆会，喜庆会是在楼上啊，楼下是他们开的店，哈哈，开的店啊，是啊。第一次来新朋友啊，都挂口罩不认识，是来介绍一下，你自己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耀庆。耀庆，对对。耀庆，好。那你是来外地的还是洪恩的朋友？好，洪恩的朋友，欢迎你，拍手一下，拍手一下。啊，对，刚刚有同工拿个单子给我，明天早上我们连续2个礼拜六要举行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棒的一个音乐的诗歌或是这个敬拜团的训练，就是一位很出名的是约书亚乐团哦，约书亚这个合唱团的这个领唱就是陈周邦老师在来了吗？在后面了，拍手欢迎陈老师。他明天明天9点到下午有连续2个礼拜欢迎陈老师，要不要跟我们提醒一下？实在是太突然了哈，我们才刚从高铁过来，很开心这次来到富强教会，然后我们会办2天整天在礼拜六一个敬拜跟 vocal 的培训哦，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对歌唱或者是对敬拜非常有负担，然后神也把这个负担放到你里面的，欢迎这2天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在教会里面来学习，好吗？好，那我们就礼拜六见喽，谢谢，欢迎，谢谢。好，那记得明天来参加研习会，后天来参加我们的圣餐礼拜好，我们准备要开始分小组了，给隔壁来祝福一下，说你真正得自由了，好不好？我们从疫情得自由了，好不好？平安。开心，谢谢你，加油。好。